每日亞馬遜選品思路，2026年6月8日，今日發現一款亞馬遜熱銷品，相信不少人會覺得看似普通，它就是攝水鞋。從選品角度來看，這是一款極具代表性的戶外細分爆款。三大核心賣點：第一，鞋底紋路深，防滑效果佳，解決在水邊行走容易滑倒的問題。第二，鞋身貼合腳型，具備防護作用，避免被碎石貝殼刺傷腳掌。第三，質地輕巧，束肩透氣離水後依舊保持舒適，不影響使用體驗。簡單概括，專為水邊環境設計的足部防護用具。二、產品優勢：使用場景明確，海灘、泳池、露營等場合均適用，市場需求穩定，銷量於夏季迎來爆發，購買門檻低，產品用途一目了然，無需花費額外成本向消費者解說三盈利模式。工廠出廠成本約3至5美元，亞馬遜售價介乎15至25美元，扣除物流、推廣、廣告等開支後，淨利潤維持在20%至30%，屬於典型依賴使用場景走量的輕小件產品。四、選品思維總結：這款產品能夠成為爆款，並非因為功能繁雜，而是精準找住了固定使用場景、水邊行走加足部防護加安全訴求。最後總結一句：打造爆款並非一味追求功能最強的產品，而是找出消費者在特定場景之下必須使用的用品。